出来啊！顺便标记一下吃屎哥哈，顺便标记吃屎哥哈。啊，吃屎哥是谁？他很红吗？来，吃屎哥是谁？他有比我帅吗？啊？怎么可能？张小豪，你说我、啊，你说我不要让我爸妈丢脸哦。讲话没有逻辑，我现在讲话很有逻辑。我现在跟你讲，哦，我的逻辑就是有一个豹哥，现在要找吃屎哥，那个徐伟明，哦。有认识他的人帮我 take 他，我现在要找到这个人。你们有没有点餐？我们有点餐啊，而且我们都吃饱了。已经超过10分钟了呢。我是什么拍手？这嘛是什么拍手？什么卡小？已经超过10分钟啊啦！搞不好他封锁我了。我跟你讲，李达宏他之前有加我脸书，他现在把我脸书删除。哦。他现在一定是觉得自己很红，他现在他妈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现在不得了了啦！我讲话很有逻辑吧？我的逻辑就是他现在已经很红，然后他知道他现在很厉害，不得了了，然后他知道我要找他，他就直接把我好友删掉，这就是我的逻辑啦。线上的朋友有没有听懂我讲什么？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了。哦，解释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他在说总管，我是在说，徐伟明，10分钟到了，林多多好好笑。林多多人觉得我很好笑，是不是？那个吃槟榔的阿斯巴啦，赶快过来哦！我们豹哥要找你事情，好好的解释清楚。在外面啊。等一下豹哥就来了，今嘛有听无？班公节概念，我恁听，恁听无？在报废分享 take 他有在报废吗？我没有他的好友啊，那不要 take 他，直接密他，你们全部都不红，你最红。好啦，帅曼你最红，你最厉害。壁贴很怪，这里面有壁贴，这个是卫生纸的盒子哦。这里面有壁贴，这也是卫生纸的盒子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也不红啦，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嘛，你们也没有人认识我啊，是不是？我什么咖哦 ，F 咖 ，A B C D 都还排不到我，是不是？我是什么咖？现在就是
看我无嘛，10分钟已经过啊啦，10分钟已经过了啦，哪里来那么多废话？我们没有美食，我们吃饱了。深夜美食我们是吃饱了，现在没有美食。没关系，我出来外面。现在要干嘛？看你跟他讲好了，你跟他讲。10分钟到了啦。现在大家在等的人呐、你要照过去啊！啊，过去。对。到了晚上啊。我来讲哦，徐伟明，重点是，阮班桥的豹哥有代志要找你啊，你去叫豹哥过来。豹哥拄则为山顶保证妈妈过来啊，哦。赶不过来，怎么都不过来。豹哥生气啊！超过10分钟走了哥啊！豹哥说超过10分钟，豹哥走了。对啊，伊就是啊，豹哥走了，现在他来了。伊就是网红啊，知影无？按照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是个人的还是？这个在废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对啊，他们找我有事情，我就出来跟他们面对讲清楚。听说你欠我朋友钱。听说你欠我朋友钱，你什么时候要跟我朋友处理？你知道三重的豹哥他刚刚来板桥找你，他说要等你10分钟啊。有观众问你说你们晚上睡不着要夜冲，还有说我卫视我骄傲。为什么他们会说背元素周期表？你有表演？你要找我啊！我网络红吃屎哥啊！你在找我？你在找我啊！我网络红的吃屎哥啊！我要出首发单曲啊！我有道理的。他不会追踪我看呢。我跟你们讲哦，事情的经过有人没有听懂，我现在跟你们解释一下。我朋友那个徐伟明欠我朋友钱，然后我朋友刚刚从三重跑来，然后就是在那边要等他，然后等了半天，现在他没有来，然后徐伟明来了，事情的经过听得懂吗？懂的人他懂啊。事情的经过就是
豹哥要从三重过来找徐伟明，限徐伟明10分钟过来。现在就是他们人来，直接妈的，他们面对自己处理去谈。你要实况他们谈判，这可以吗？豹哥借多少？1000吗？怎么可能才借1000？借3000啊 ？Hello， 你们认识我？嗨，老师好，嗨。好，我是金英俊啊，认识一下，加个好友。可以加好友啊。可以加好友。快一点。你们知道我一下吗？我吃屎哥啊！我尤兆麟，网络红人，全台湾最红的网络红人，吃屎哥尤兆麟呐！听讲下面找我，我要出首发单曲啊，还不快点追踪我！等一下，妈的，我首发单曲会红你不知道吗？等一下，豹哥是要找徐伟明，不是找你，好不好？徐伟明，他是要找徐伟明，不是要找你，你不要在那边一直乱录，好不好？听说这个吃屎哥是很爱那个。乱录是很爱乱录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很爱乱录啊，很爱乱录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记得追踪哦，按赞抢先看哦。追踪者，秀什么？你欠豹哥的钱什么时候要还？豹哥走了你才来。我们现在去打电话给豹哥。按赞追踪抢先看，我要出首发单曲按赞追踪抢先看，我要出首发单曲知不知道？快点追踪吃屎哥。毕竟深爱过靠北，你们欠钱，妈要出来谈判，你拿我的手机来打广告，今晚在冲他小。追踪一下，追踪。你们不用追踪金英俊追踪金英俊按赞抢先看你们追踪我就好，其他2个的赞把他退掉。觉得我帅的帅打帅，靠腰遇到乱录的不好意思各位观众，追踪金英俊好不好？黄金的金，英俊潇洒英俊。你会马上加他们好友吧会，好来。说到哈。尤兆麟，这个是尤兆麟，尤兆麟认识吗？我吃屎哥尤兆麟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我要出首发单曲了，真的，演艺圈的咖我是台湾最红的演艺圈的咖，吃屎哥尤兆麟我要出首发单曲了，吃屎哥尤兆麟，我要出个人首发单曲大家追踪我追踪尤兆麟，网络红人吃屎哥，按赞追踪抢先看，真的很重要，真的，首发单曲会爆红，红到全台湾好了，去外面留言懂了吗？你帅到我很生气，你是说我吗？对那个加你好友，你要马上确认那个什么英俊。好啦，不然我们现在叫吃屎哥唱歌给大家看好不好？搞不好吃屎哥唱歌收视率马上飙破1000。来，你现在开始唱，快，你唱给大家听最终那个金英俊，英俊。还要追踪我的快追踪，加我好友，我要出个人首发单曲了，知不知道？我唱歌很好听，真的，我要出个人首发单曲大概我6月底我会有一个记者会
我6月底我有记者会，然后追踪帝国幻境，帝国幻境要追踪一下，帝国幻境，好。啊，很多人都我觉得很多人要找我站台啊，我真的啦，我站台啊，我站台的价钱就是3万块了啦，懂了吗？刺痛会残留，你怀疑我擦的指甲油，没想透，你好像说过，你和我会不会有以后？世界一直变，你用冰的震动，在你的时空，我从未退缩懦弱。当我看看你有多坚强的，你说我的温柔，只想让你都拥有。我的爱只能够让你够。哎，不要去我那边，不要在我那边呛我吧。请你们不要在我的尤兆麟的版面乱留言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现在没有刷名呢，我现在我的个人的脸书没有刷名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真的啦，你们不要去我那边刷存在感好不好？我很红，我太红了。少年嘞，啊，下班啊，下班了。去边啊？你还便当啦？我我把他打发走了，拿一个便当把他打发走。各位观众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刷爱心跟赞，不要刷怒哈。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，可以吗？叫他去旁边领便当哦，去边啊领便当啦，少年的下班啦。不要检举我，不关我的事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好不好？不是我啊。正反两极的评论哦，有的人说很像在念经，有的人说唱的还不错哦。干，我怎么认识他？哦。徐凯言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在这边开直播，我在等人，然后他就跑进来录了。好，我叫他走开了哈。